正道题目是主啊，求你搁一摆摇动教会，请总牧师。亲爱的姊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真重要的礼拜日，每一年咱会纪念2000年前圣神降临对教会祝福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大大得到圣神所带予你生命的祝福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的假释进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做伙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阮深深知影，若离开恁，阮就袂通做什么。阮进入你的圣殿，就亲像查某囝囝儿来敬拜你，来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听。愿圣神降临伫圣主日的中间，互普世全世界所有的教会，属伫你的百姓。拢搁一摆领受圣神对天降临迄种的开展，愿你祝福今仔日阮的组织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什么种的方式，阮对心中求圣神，愿你对阮讲话，也你将天地来的画面，搁一摆换新，互阮甲地上结连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神降临是一个真要紧，伊毋是一篇的讲道，嘛毋是敢若一种的想法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上帝圣神听咱的祈祷，进入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的信仰若无经历，就袂通真正是真做一个活泼有气力的信仰。信仰毋是敢若一个财物，听讲道，认捌上帝的话安尼拿定。信仰是一个真正需要，互咱的生命的内底，互圣神甲咱三甲地底。上帝用信、用听、用仰望。上帝用信、用听、用仰望，互咱知影，伊踮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就亲像4000年前，伊甲亚伯拉罕三甲地底，也亲像2000年前，主耶稣来到伊的学生的身边。带因认捌上帝，今仔日咱嘛是安尼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是互相陪伴，同心祈祷，愿圣神充满伫咱的内心，互咱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我感谢你。经历着上帝的人，人生要改变；无上帝的人，人生亲像咧做苦工。经历着上帝的人生了后，咱就有一个帮助者。有一个疼惜咱的天父，伊时时刻刻就甲咱三甲地底。所以所听的弟姊妹，圣神降临者对咱来讲，毋是搁加听一篇的讲道。圣神降临者搁较要紧，毋是搁一摆来复习圣经内底咧讲起圣神的观念。搁较要紧就是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邀请讲：主啊，若无你，我的人生就无滋无味。主啊，若无你，我的人生就是充满一个空虚、欠缺、孤单、软弱。我伸出双手，就亲像今仔日安鲁，伊真用心的祈祷中间，一句一句，拢咧呼吁，拢咧邀请恳求圣神代替咱祈祷。我相信上帝要伫今年的圣诞圣神降临节，搁一摆，互咱那亲像去加油站，甲油加满。咱若停的时阵，咱常常拢甲迄个加油站的小姐讲：加满，所听的弟姊妹，愿上帝恩典加满满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三甲地底，大人囡仔拢共款。所听的这姊妹，信仰是会通经历的。信仰毋是讲听古早的故事，就亲像咱听真侪4000年来伫圣经记载这个人的故事，拢别人的故事。毋是，圣神的降临就是将这个故事转换做咱活活的故事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要甲咱赶离开上帝，咱嘛毋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深知上帝就是遐尼好的上帝，圣神就是活活
甲咱三个地点。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讲什么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个礼拜、礼拜前、礼拜中、礼拜后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应该围绕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祈祷，按如讲围绕的圣神，围绕的上帝。咱伫礼拜前、礼拜中、礼拜后，咱来常常用祈祷围绕的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话揽条条。主啊，这礼拜这是你要对我讲的话，主求你特别用你的镜头啊指明，对一句话你是对我讲的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搁一摆摇动我的感动。伫今仔日甲咱分享这个题目是因为伫无久之前读到一篇祈祷文，迄个祈祷文是用英语写，伊的英语的主题叫做 Do It Again， 搁做一摆啊！主啊，你古早有做过，你今仔搁做一摆。主啊，你古早捌伫这间教会内底，你的圣神1994年4月24日，你捌伫这个所在摇动这间教会。主啊，你搁做一摆。主啊，伫我人生的起头，伫我人生的中站，伫到我人生的最后，主啊，你常常摇动我。所以今仔日这个主题真要紧，第一就是上帝摇动，这个震动。震动就是像咧抬物件，主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甲咱震动，互咱醒悟警醒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，搁一摆摇动咱，互咱灵魂静音，互咱的目睭就提金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有3句话：第一，上帝的圣神；第二，搁一摆；第三，就是震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来用这个圣经，咱为着咱家己的人生来祈祷讲：主啊，为着我的生命，搁一摆怜悯我。兄弟姊妹，常常伫咱的心内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搁一摆充满我。主啊，用你的圣神，特别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的体质。震动是一个真要紧的话。伊讲震动太过，遐个杂质袂通存在。但是后来咧，无受震动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伫迄个上帝太过，遐个旋转的、淬炼的，就是互火烧过黄金，这个物件，伊讲一句话，袂通震动的国度。主耶稣讲，我的国无属这个世间，恁会记迄句话无？主耶稣所享受咱的圣神所带来。上帝国是一个伫这个世代袂当受到最人的人情世事影响的。介简单来讲，就是永垂不朽。也即咱敢捌想过，咱的生命中间有甚物是永垂不朽？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互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会记得，上帝所要互咱的生命是新天新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主讲。连恁的名，甲恁的后代，我嘛要纪念你，长长存在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真做一个会晓要追求是一个永远的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知影什么叫永远。上帝的神是什么？圣经内底有几十个圣经斗做伙，拄会当用中文的一句话来形容。上帝就是疾风烈火。疾风烈火，是咧代表是一个真。有能力，是真有一个效果，是一个真有动力的。用希伯来书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上帝是炎炎的火，上帝是炎炎的火。伫圣经中间咧讲起，上帝是记下的上帝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旋转的上帝，所以伊真无爱遐个世俗化的遐个垃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，上帝的风若吹过，上帝的圣神也同在，世间无迄个未改变的生命。基督徒若无改变，有一个真要紧的可能性，就是咱无拍开心门，互上帝邀请上帝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伊必然是生命受改变的。所以，上帝的圣神临在的所在，今仔日圣经学解书讲。后来荣耀要赢过前的荣耀，而且你有爱你的生命是哪来哪尊贵吗？一直到你年老的时阵，可能真多物件拢无去，喙齿嘛无去，健康嘛无去，体力嘛无去，肌肉嘛流失。
你看起来好亲像一个哇，年长的人，我做不爱用老岁仔，因为老岁仔计算阮老到无路用，毋是。年长的长辈，常常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因有上帝，会带一个荣耀、平安。上帝圣神所带来迄种稳定、甲幸福的感觉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个圣经真侪咱祈祷的根据，咱花手伫咱的心内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即间圣殿，我心内即间礼拜堂，后来阳光赢过前的阳光，搁较要紧。伊讲伫即个所在，要有我的平安，遐这有水无？今仔即句四句话，即个圣经在请恁会记咧。都要读好清楚，然后用这个圣经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心内，我这个心头，我的心内敢若有迄个荣耀清奇的念头，我的生命将来所想的，拢是一个卓越。上帝讲：天怎样悬过地，我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。迄个意思就是，当咱的心内有上帝阳光充满，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。所以讲，咱伫圣神降临这时，咱会晓甲主祷。主啊，迄个阳光毋是我的阳光，是对你来。我所行过，我的子孙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厝边，拢要讲：哦，某某人，伊真正上帝足疼伊，因为一生带有上帝的恩典。恁爱安尼吗？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疾风烈火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对天降临，求你亲像风，亲像地动，用你权能的圣手摇动，互我无搁再伫这个世间的中间贪恋这个世间最最遮的迷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疾风烈火对圣经的开始起头，创世纪第2章第7节，安尼记载：上帝创造，用土粉创造亚当，创造人，然后将伊的活开。分入伫伊的鼻孔内，伊就真侪有灵的活人。这个圣经讲，上帝将伊的气、热、伊的圣神分入伫这个无活命的土角，就亲像咱是一个世俗的人，但上帝活开若分入伫咱的内底，咱要脱胎换骨。圣经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上帝的圣神疾风如火，伊若进入伫咱内底。咱吸收上帝的圣神，咱就活出圣神同在的权能。这不是一个形容词，这是一个信仰的过程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来享受，每一个人拢来领受圣神。所以，当年的圣神降临节，咱应该拢做伙伫祈祷中间，举起咱的双手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亲像接受今仔日圣餐的这个饼甲杯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需要你。震动是一个信仰的名词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佫一摆摇动我，摇动是较客气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白话字的翻译讲震动，真真正正摇动咱。上帝用什么来震动咱？常常圣经内底有2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用圣神带来感动。咱常常无意中来看到一个好的代志，咱就切一个，较遮好，遮水，迄叫做震动。上帝用伊的圣神来摇动人的观念，摇动人的感情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带有一个情绪，讲：主啊，我需要你。无论是伫危险、12路口开车拄着，形容顺在你有一个瞬间，讲者小心，然后你就有一个动作。通有比你家己，迄种是上帝圣神的同在。就亲像古早足久之前，有一摆我对特堂要去出外，经过路口处，因为路口处古早的路是一个细条路，对砖头内底入去。当我过的时候，忽然到一个巷仔口，我忽然毋知啥，哪会想到讲小心！所以我就小看迄种的自然的动作，就将我的脚刷来这个刹车板。小可打咧的时阵。忽然巷仔口一只车冲出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圣神常常是伫得时不得时，伊拢会震动咱的，毋是干那用咱的信仰的观念伫生活中间，
所以一个会敏感到，会知影上帝伫迄个时刻咧甲咱叫的是。第二，上帝用啥物来震动咱？用圣经的话。有当时咱读圣经会拄久，不要紧啦，三不五时吼，莫定定安尼。咱读圣经的时候，有当时人会流目屎，为什么？圣经所讲的好，我拢做袂来；圣经我所讲的该成还歹，逐项我拢做到。我一摆伫一间教会，一个兄弟伫礼拜了后，伊甲我讲：我足惊的，我足毋敢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内底所讲的歹，我改成逐项拢有。圣经所讲的遐好，我改成拢做袂来。会安尼讲的人有救，对无？会安尼感觉的人，就是伊心内有敬畏上帝。这毋是歹人，这就是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用伊的话来摇动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震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受到摇动甲搅扰。这个原文叫做西欧伊的字根。这个字根甲牧师甲恁解说讲真道信。牧师要甲恁讲到迄个 pistis， 伊甲亲像汽水管啦，拍开汽水冲出来，恁会记无？牧师要甲恁解说迄个真道这个字，这个真道这个字，就是亲像一个活活的一个感动对心来冲出来，震动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震动就亲像 pistis， 这个真道信。这个字咧讲的就是一个神圣、圣神神圣的苦劝。圣神用讲不出来的吐开伫咱的心内，甲咱责备。你开安尼，上帝遐尼听你，你开安尼，上帝圣神伫咱的心内咧，甲咱提醒讲，咱是上帝的囝子，咱言行举止，爱有一个上帝的形象样式伫咱的内底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上帝用伊的话来摇动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咱。这个受摇动的人，伫圣经中间，互我想到一段特别一句话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。当圣神充满的接近耶稣的学生，后来根据路加，伊家写伫《使徒行传》的中间，伊讲接近耶稣，搁我的主耶稣，后来圣神充满接近人。什么拢唔惊，连死都唔惊，所以勇敢伫迄个当时的社会传耶稣的福音做见证。所以，互当时的罗马城的人，甲因叫一阵号，叫做搅乱世界的人。真正汉字的和本，你若去 Google 用这个搜寻，这个经文搅乱，英语改翻做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， 就是安那，这是世界。但是这群人，上帝将世界交伫伊的手中，这群人有权柄，有真理，改变过来。所以上帝所赏赐咱的这个受震动了真理内底影响了咱的生命，要带有手中带有改变的开展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所以上帝用圣神，上帝用圣神，上帝用真理的话。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今仔日用圣神甲圣经的话来震动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是一间建立伫真道上帝的话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搁一摆摇动咱。今日合解书咧讲起。这个圣殿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，这间礼拜堂，伊有三种不同款的讲法。第一，小小的礼拜堂伫咱个人的心内；第二，就是咱这间教会。所以公报社捌有一段时间伫咱的教会内底来写咱的故事，后来讲做一个短片，恁捌看过迄个短片？迄个短片的中间最后伊问我讲，牧师你最后有啥物话通讲？你敢会当用一句话、圣经的话来形容上帝伫得等教会的作为？我就是想到这句合解书这句话。伊讲上帝的阳光要前的阳光，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。这间教会是1932年所设立，这间礼拜堂是1953年所起的礼拜堂。
但这间教会礼拜堂是旧的、新的，拢做伙生活。所以有一个台大的教授，因为伊咧做乡野调查，所以伊10几年前捌来过咱德堂，因为带学生咧做这个中部地区的教会的研究。啊，无久进前，甲去年，伊佫带学生重新来，伊来咧看就是讲10年前的这个教会伫社区，10年后伊有啥物改变？伊后来咧入来的时候，伊发现讲，牧师我10年前来的时阵，恁的教会无这边往对。因牧师，你较会想到将新的建筑物甲旧的建筑物放做伙，这毋是牧师教。因为咱的教会就是新的人甲旧的人做伙生活，对无？感谢主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伫摇动过的时阵，伊会留落好的，就是伫传统中间迄个有价值的物件，伊甲留咧，然后伊带新的人入来。所以上帝的圣殿。上面是指咱的心，上面是指咱的礼拜堂，佮上面就是指全世界所有的教会甲礼拜堂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我的心。圣经有真侪记载，其中今仔日牧师带恁读的撒母耳上卷10章第6节，伊咧讲起扫罗。扫罗是由上帝拣选，上帝差遣撒母耳先知。去甲伊抹油，甲伊讲：扫罗，上帝要用你来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所以扫罗少年的时候是好的少年人，是好的王，但是后来扫罗变歹，因为伊无好好照顾上帝设点伫伊内底的圣神，所以圣经记载讲，上帝的神伫伊的内面变歹，毋是上帝变质，是因为伊扭曲上帝伫伊内底的圣神。这个人无甲这个人和好，这咱嘛有可能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原底我自我，嘛有可能甲上帝的原本的迄个神，咱没有和好，所以咱来做言行一致、人前人后一致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用这句话来甲咱讲，互咱靠无。甚至以赛亚毋是先知撒母耳安尼记载，伊讲耶和华的圣神要降临伫你的身上，你要变做另外一个人。上帝要赏赐你一个新的心，这你有爱无？单单读到这句话，就会通鼓励咱祈祷。伊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换心正直的心。主，你互我伫圣神的充满的内底，叫做新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震动，上帝摇动，伊的意思就是有异象，有异望。上帝感动一个人，通常会用异象，用感动。拄则牧师甲恁讲，迄个字叫做蛇恶，迄个字叫做搅动，迄个字叫做翻转干扰，特别是指上帝圣神对人的心讲话。上帝的圣神，如果若是责备、教示，常常是要带人行一条新的道路，叫做新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常常享受上帝的带领，咱的人生要永远向前行，咱的生命要充满了一生的赞叹。每一个阶段，咱拢发现。上帝伫咱每一个年纪中间，伊奇妙的计划，甲伊圣神的带领。第二，这个震动的意思就是，甲咱太过，甲咱练过，锻炼，亲像黄金落火炉，将迄个所有的杂质用高温的火，疾风烈火，甲咱清起，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咱洗清起。主用伊的宝血，甲咱洗清气，互咱这物件本来是无明，但是后来上帝赏赐咱清气，佮看会到。愿天父上帝将主耶稣基督的应允，伊讲未通震动的国度，意思就是上帝的光若临到伫我的心内，我的心就无容易受迷惑甲搅扰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讲：我的国是一个未通震动的国，
所以听下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常常花手祈祷讲：主，互我伫即个充满急变、充满冲击、紧张的即个时代，我的心头常常有智慧、有平安。我无容易受即个世间最遐的搅扰来丧失我对你的信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。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，上帝要震动伊的国度。万国要信慕伊，愿天父上帝将伊的阳光放在你的生命，互你的囝儿讲：我的阿公、我的阿嬷，实在是一个敬畏上帝、佮充满稳定智慧的长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一个圣殿的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毋是一个骄傲，这是一个讲继续持续来亲近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的阳光就要充满伫伊的人生的中间。这就是圣经讲，耶稣基督了后，后来出现对山顶落来。圣经讲，伊的面充满阳光。恁会记得山上变猫圣经的故事无？伊后先讲：哇，我的先生甲今仔日迄个面带有迄个显水的阳光，这所在河顶的河水，咱来打起来了啊！因为伊的身边有两个身体亲如天使同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主将伊的阳光放伫咱的生命。这个阳光是上帝家己的阳光。咱若离开上帝，咱就失去这个阳光。耶稣讲：离开我，恁就会当做什么？恁会记这段故事吗？葡萄树枝若离开葡萄树，就会当做什么？基督徒若离开生命的真光，黑暗就临到。这就是一个真理，就是信仰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阳光充满我，佮赏赐我平安。阿门。主，你赏赐你的光，互我无惊吓；主，你赏赐你的平安，互我心头有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希伯来书是简单来讲，就是犹太人对因2000年的历史，对亚伯拉罕的历史、信仰的历程，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天这段时间，因咧回顾犹太人怎样经历上帝。所以希伯来书就是一个犹太人因的对祖先的信仰的一个回忆录。所以希伯来书12章27节伊讲啊啦，过一摆，伊的意思是上帝伫阮的祖先，伫阮的历史的顶端，伊所做这代志，要过一摆 ，do it again， 就是讲上帝要过一摆。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就是，上帝是早伫地，今仔日的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上帝过去做的，今仔日永远会阁为咱来成就。做一摆，过一摆，上帝要过一摆震动。伊讲我毋是干那震动地，我嘛要震动天。所震动过的中间那相存的意思，就是得胜的人到落尾。启示录讲，得胜的人到落尾有永活的荣耀穿白衫，要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当心敬拜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将无应该有的，将无应该有的，遐心思意念，遐血气，遐世俗，将迄无应该有的，咱甲摕出来。咱甲上帝讲，主耶稣伫今仔日的圣礼殿的内底，主耶稣，我将这的无属伫你的，主耶稣，我击杀伊。主，我伸出双手，我要啉你所赏赐我的福杯，清气的福音，用清气圣洁的态度来承受。上帝祝福咱所听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虽然小小，咱的教会虽然人数无济，但是只要咱每一个人若专心一意，上帝就欢喜咱的教会。所以讲，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希伯来书咧讲，过一摆的意思，就是咧讲起伫旧约的时，上帝用伊的话震动天、震动地。所以上帝伫新约的时，伊嘛要用伊的话，过一摆来摇动天甲地。昨我甲印红长老做伙去台北参加使用节，伊带新妇
结婚的礼拜，阮伫中间聊，甲即个数学老师，数学老师讲，牧师你真够用手机，你嘛真够用电脑，即新的即产品，阮就一直聊，我就忽然想到讲，上帝讲要有天就有天，要讲要有地就有地，咱今仔手机摕起来讲 Series， 你甲我买一个豆浆奶。当然是讲笑啦，讲伊袂去主动讲，甲你讲去买一个烧饼油条豆浆倒来。但是今仔日敢是，咱咧对手机讲 ，Series 你安怎？上帝话敢无比这个较有关联嘛？愿天要上帝将伊的话摇动咱的使命。今仔日咱做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就是受邀请、受鼓励，咱做伙用上帝的话来建立这间教会。认真查考圣经，认真学习祈祷，认真敬畏上帝，敬虔来做礼拜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。所以拄则我有甲咱解说，礼拜堂有3个所在，一个伫遮，一个伫遐，一个伫全世界。所以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上帝教会就是咱的教会。无论咱去什么所在，上帝教会就是咱的教会。今日咱有可能有一个新来的。姊妹可能是 Mariko 的款，恁大家看这，莫看遐。个是佑轩的未来的魏文琪的款，应该是 Mariko 头一摆来咱真欢喜，咱等你足久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毋是干那伫遮，那伫全世界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，特别是今仔日。咱为着普世教会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伫21世纪这个时代，互这个时代无世俗化、无对立，愿你的圣神帮助，全世界教会拢受到圣神的充满，是一个无世俗化、不能震动的国。意思就是讲，袂互这个世俗的念头、意念冲击的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勇敢向前行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有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圣餐；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受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为着咱备办的，就是上帝将恩典放伫这个所在。魔鬼亲像赤鸟、鹰鸟，伊嘛袂当甲咱脱掉，好无？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今日你予我无一项拍甲老，主啊，若凡你所想说，无一项拍甲老去。咱来领受，今仔要受圣餐。世间有真侪物件是无久长，所以圣经有真侪真水的话，无论是伫传道书，无论是伫旧约的这个圣经的内底。今仔牧师引用一句，历代志上卷29章15节，伊讲人世间的日子亲像影，无久长存在噩梦。今仔你噩梦，明仔载变失望，明仔载失望，搁变噩梦，噩梦搁变失望，失望搁变噩梦。人的日子亲像影，无真实在。确实我理解掉，确实这是人的情景。但是若有上帝咧，若有上帝咧，咱的人生就毋是安尼。虽然咱看袂到天堂，虽然咱看袂到耶稣咧所讲的迄个上帝国天国，但是主耶稣讲，上帝国就伫恁的心内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这个世界甲这个世界中间所充满的情欲，拢要过去；这个世界所充满的国，甲人的情欲，拢要过去。独只有上帝你的念头、你的道路、你的旨意、你的本性，要永远长存。话手伫咱的心内，主对我头一日徛伫礼拜堂洗礼。迄一日开始，我就永远属于你，好不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行一条永远无回头的路。像就顶礼拜，我甲恁分享一个少年人，伊的名叫做博德恩，恁会记无？有人礼拜了后，甲牧师回应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愿我的囝亲像博德恩迄种，是爱上帝，什么拢无爱。是独独为了上帝，永远向前，永不回头。
无怨无悔。上帝祝福咱来享受这条十字架道路。这条十字架道路，毋是干那顶十字架的重担、痛苦、绝望。这条道路是有上帝的荣耀。今日合解书讲，后来荣耀荣光要超过前的荣光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对这个世间脱胎换骨。咱真做荣光上帝的子子，独独只有上帝是未朽坏，也即伊早伫地，今日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咱的上帝是永不改变、永不止息。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思考，什么叫做不朽？什么叫做永生？什么叫做永远长存？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讨，咱甲主耶稣感谢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求你将这个未通震动的国赏赐给我，我要一生敬拜你。就是我的心，就是我的家庭，就是我共同的教会。所以耶稣讲：我的国无属这个世间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间，我的教会。甲我的学生，因就要起来争战。是，主耶稣基督的国无属这个世间。今仔日真侪基督徒伫这个世俗化的世代，是就讲是，基本上就是一种的属灵的征战。咱讲甲这个时代似是而非道理甲伊讲 ，no， 上帝毋是安尼讲。少年人听牧师甲恁的鼓励。爱做有主张的基督徒，对这个世代有真侪的话、行为、代志，无应该做的，咱就爱知影，迄就是不应该做。愿天父上帝圣神摇动咱，也将伊的荣耀的国度赏赐予咱。今仔日圣经伊讲，就要得到，得了。这个圣经的原文英语翻作 taking 甲 receiving。其实伊是咧讲去持续，今仔日得到，永远得到。伊的意思就是上帝国伫你的心内，伊要伫你的心内亲像一粒小小的种子，后来长大结出一丛芥菜种树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今日圣经讲，就要得到主耶稣基督所赏赐未通震动的国度。所以听弟兄姊妹。伫这个所在，耶稣会讲就是讲，我就将这个上帝的天国的祝福放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伊要持续到永远。愿咱春秋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将这个持续永远存在的这个祝福，伫今仔日赏赐给我。主耶稣的话记载伫以赛亚，有人形容以赛亚这本册，因为伊总共66章。有人讲，伊就是规本圣经的缩印，足奇妙的。毋知影是安怎个遮巧合。以赛亚书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亲像启示录66章，就是亲像圣经内底66卷。伊伫最后，耶和华讲：我造天造地，我造新天新地，这个新天新地要伫我的面前永远存在。咱就是上帝的天，咱就是上帝的地。上帝造咱伫众人甲世间的面前，要互世间看见，主耶稣基督羊羔的宝血所属的教会，要永远存在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讲，咱的子孙，咱的名要照安尼固定存在。阿门吗？所以听下这来领受，上帝祝福恁有好子孙。上帝赏赐咱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这个名要夹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救恩的主耶稣基督，愿伫你的名所设立，天父上帝的地上的圣会，愿组织做礼拜，愿伫你的面前。愿伸出双手，愿奉你的性命恳求你，垂听你的圣神，即时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内。亲爱的圣神，阮当心祈祷的事，
愿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无一个人例外。互今仔日参加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加满油，加满圣灵，加满恩典。主要发祝福满满的人生，对这时开始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